唔講你唔知道啊，原來一年一度嘅廣西河燈節原來係咁熱鬧嘅，就喺8月24號、8月25號啊！我哋一齊出發廣西嗰一年一度嘅河燈節，仲去到湖南5米景區啊朗山進行遊覽參觀噶。我哋呢個係政府補貼團，全程無購物無自費，只有30個名額嘅啫，先到先得吓。我哋深圳坐高鐵來回4日時間啊，只需要2299蚊。河燈節啊係由唐宋流傳到至今，融合咗瑤族同埋苗族嘅文化，慢慢形成依家嘅萬盞河燈耀之江嘅絕世美景。我哋每一位團友都會贈送一盞河燈，大家可以寫下心願放落江面上面，祈求平安順水。第二日我哋嚟到湖南朗山，我哋全程係包纜車來回。呢度有4大必遊精華景點，第一個係八角寨，最出名嘅就係鯨魚鬧海啦。大家睇一下呢一座座拔地而起嘅山頭啊，就好似鯨魚咁游向大海。第二個就係辣椒峰，佢形狀就好似一個辣椒咁拔地而起。第三個就係天下第一項天然嘅巨型石縫啊，全長238米，最窄嘅地方啊只有33厘米，真係肥一啲都過唔到去啊。第四個係呼兒江遊船啊，我哋可以坐住竹筏漂流，可以慢慢欣賞一下丹霞地貌嘅絕世美景。後邊我哋仲會去到桂林嘅象鼻山進行遊覽參觀嘅。如果大家係中意我哋嘅行程嘅話，麻煩你喺評論區留低廣西呢2個字，我哋將詳細嘅信息發送俾到大家。後續啊仲有好幾個行程就唔一一介紹啦，想嚟嘅朋友快啲揾我哋美食之旅嚟報名啦，名額真係唔多啊！